大家好，我係法庭真相嘅主播子晴，歡迎大家收睇一周法庭新聞。呢周法庭新聞重點有2名青年涉組織香港民主建國聯盟，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被拘控後承認控罪。日前經求情後，法庭將案押後到7月底判刑。另外2名男子涉及2023年黃竹坑山邊藏化學物及爆炸品，被控違反國安法，案情嚴重，經西九龍裁判法院交付到高等法院10月審理。警方國安處早前拘捕香港民主建國聯盟組織4名15至47歲男子，指佢哋參與喺台灣成立，目的推動港獨嘅組織。其中2名青年同被控一項串謀分裂國家罪，指二人於2024年11月6日至2025年7月9日喺香港一同串謀和與其他人串謀、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2人日前喺區域法院被裁定罪成。法官練錦鴻聽取辯方求情後，將案押後7月29日上午10時判刑，還押期間後取背景報告。2名男子涉嫌於2023年喺黃竹坑山邊等管有爆炸品，被控國安法串謀恐怖活動、串謀導致爆炸相當可能危害生命或財產及管有爆炸品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等共5罪。案件日前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由於案情嚴重，需要轉介高等法院審理，但交付至高等法院嘅程序仍未完成。法官將案件押後至10月5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期間2被告還押。曾指導電影槍戰場面，人稱槍王嘅何萬強，被指喺沙田工廈單位藏有長槍、手槍及彈匣，以及胡椒噴霧。何早前喺區域法院承認一項無牌管槍罪，但否認另一項無牌管槍及彈藥罪。控罪指何於2020年4月20日喺沙田山美街一個工業中心內，沒有槍械及彈藥嘅管有權牌照及槍械及彈藥嘅經營人牌照，而管有槍械及彈藥，即管有1支長槍連膛口裝置、1支手槍、2枚槍彈殼及6個噴罐。案件日前經過審訊後，2項無牌藏槍械及彈藥控罪罪名成立，判監22個月。無線經典劇集《1號皇庭》及妙手仁心嘅金牌監製兼編劇鄧特希，與2004年亞姐雙料冠軍嘅妻子呂晶晶，上週5被 TVB 藝人曾為呂晶晶嘅密友譚凱琪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對2人破產呈請。法庭將案排期於今年9月8日聆訊。早前有報道指，鄧特希於2021年曾被財務公司入稟，追討超過317萬港元。電視城外亦曾被張貼追債大字報，指控有人集資拍劇騙財。鄧當時向傳媒表示係一場誤會，事件與工作室一筆巨款被盜用有關，已報警處理。呢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多謝收睇，我哋下週再會。